们是来考庆功上的，你就让我们看一看吧。庆功上是啊，不能看的。为什么？玩不玩公面？玩不玩公？不是说自打吊起，经不起面都好了吗？是啊，万一个凤凰吊起要我你这有啥关系呢？小师傅，你就让我们报一报眼福吧。是啊，让我们报一报眼福吧。是啊，是啊，我追了老半天，腿也酸了，头也晕了，还是让我们看一眼也好嘛。是啊，让我们看一眼也好嘛。你们真的要看？真的要看？那好，可不能随便去看啊！好的，好的，你们看。我一望32名，这是你的呀？对，这张床我没下了，我家金山银山买不起，我也买下了。你不买不买得起吗？我啊，是替袁老爷买的袁老爷，我都能两地切亲，家财万贯的袁老爷吗？切！袁老爷要为女儿定家房，花可花个银子铺满房，哎呀铺满房，红旗香炉红旗树，这茶一张，进宫去做个花面房。这张房我定了，我叫他来听小喜娘啊娘啊，喜喜洋洋。有这个事情？咦，公子年纪轻轻，莫非你一个女儿要出家？当然已啊，多大了？我嘛还抱在手里呢。我一女儿满岁岁，她家才华三红啊堂，一斤抬起来18岁，送她参加好白呀哎呀，李公子啊，你也太心急了。我你，哎呀，你们哪里我家有劲？我家有个老姑娘，今年30多岁了，东挑挑西改改，好不容易定了亲，但明天就要出嫁了。明天，小师傅啊，这张床我买。哎呀，我买，我得到，我买。这张上嘛，早有主子了啊！你说了，谁家的？不能讲啊！不能讲。门前起，悄悄走。
老爷。夫人，老爷，今天梦见西家交过不停，莫非有喜事不成？夫人说有什么喜事啊？老爷，我家的2头红枣已经长成，什么香呀、葵呀、谷子痛呀、野无香呀，什么都有了。那张天宫上也快完工了，岂不是大喜事一桩？对，这也算得一桩喜事。做了一张天宫上，老爷们打算再做一张吗？咦，你我2个女儿岂有不做之理呀？我知道你桌上留下的财产也差不多了，再做一张天宫上，是何做得成？是啊，做不成了。我原来也想做2张同样的裳，一人一张，谁知这天宫上越做越精细，可价钱又升了得这么快，看来我们只能再做一张八公裳了。八公裳也是好的，也是我们父母的一片心。不知这张天宫上接谁呢？那夫人说应该接谁呢？老爷。常言道，随心随悲做自用，随心随悲做阴阳。姐妹2人都乖巧，毕竟是一股情深一灵啊！不知我为娘添新年，这张床临急取来做家当。你呀，你的肚子里几根土壤，我清楚。城邦生死比心肠，我早已与你手断肠。实是对他有情爱，怎能对得起他的娘？天宫上阴魂城堡撤家去，休来他自己女儿总好商量。什么？你要把天宫上结成吗？是啊，我不同意。你亲生的女儿，天下哪有这样的理？此事与我做主，你休得啰嗦。我不答应。你老爷。一层层做起。
一个凤凰，比王美娘的多，对我漂亮呢。你居然没许他，你居然没许他，真好坏，真好坏。妹妹，女儿。哎呀，母亲，母亲来了，母亲请走，女儿去查去。哎呀呀呀，怎么了？谁让你生气啦？他们说姐姐比我许得好，他们无事，我兰儿许的才好你。母亲你偏心，我知道姐姐确实比我许得好，我只气这帮小姐妹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啦，娘，我有更重要的事呢。什么事？我问你，我家的2套红帐已经当成，那张天宫上你看过了吗？母亲，我是带我们去看了吗？好漂亮啊！女儿喜欢吗？当然喜欢。可那是你最最的。母亲，为什么是姐姐？为什么是姐姐？是你父亲做的主。我不依，我不依，母亲，我要嘛！兰儿，你放心，这张床应该是你的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姐姐她怎么了？你姐姐她不是亲生的。什么？母亲，你是什么？她是你父亲跑来的。跑来的？这怎么可能？都是我们姐妹长得像，怎么姐姐不是我的亲姐姐呢？你还不相信？你父亲书房的桌案上有一颗朋友龙凤章，是他亲生父亲留下的，上面还刻着3个字。哪3个字？叶天作。叶天作，这便是他的亲生父亲。母亲，那姐姐的亲生父亲呢？他还在吗？谁知道？哦，你可千万不能累出半句来。你父亲他不上我身，那乾宫堂怎么办？你傻呀！这种肚皮个畜生，他哪里比得过你？我们养他18年了，他有什么资格来与你争红帐？今天一声
他哪里比得过你？我们养他18年了，他有什么资格来与你争红枣？让我心上头，你妹妹断了心，使我红尘去，世间相会一条路，一条路。不要为难了，我走了。留下一心泪酸。听见父亲
你，我是这么嘱咐你的，你是呀！你不要这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也会不过来了。找不到报恩，你我都休想我命。老爷不在。参访他有消息了吗？去东问我们部门的人都回来了，都是我们有找到。那么西门里，去让妹妹带人去找，我们有回来呢。母亲，你弟弟他有消息了吗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！赛道上只找到姐姐的我的女儿，上天了！我的女儿，上天！姑娘醒醒，姑娘醒醒啊！哎，金山来到黑魔没想到结为一个大姑娘，浑身血的丧尸虫，我把她一口气背进小磨坊，扶上去洗泥浆，熬了草呀进了汤，三天来他三面费尽神为谁倒叫我20岁的后生打了
他天也外看不清。哎呀，过来，新娘，我的眼睛，过来，新娘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不要忙，我的眼睛，你的眼睛受伤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从山上跌下来了，滚落在山沟里。呀，营长，我的营长等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？是的，就是这颗营长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的一个小工厂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山坳里的风好大。妈，我是怎么过来的？你受伤了，是我背你过来的。啊，你背了我。姑娘，我是个老爷爷呀。你是老爷爷？是啊，我也大把年纪了，你看我的胡子都白了。我看不见。你的眼睛受伤了，我见你敷了药，包了布条。老爷爷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怎么会从山上跌下来的？我没有家。什么？没有家？哎，你的父母一定结束了。来，我带你回家，我有的是来取药。啊，你的口气怎么变了？你不是老爷爷？姑娘，姑娘，哎呀，我是老爷爷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要你管。我不管，那你请在这里痛吧，怎么讲的脾气？我好命苦天要下雨了，进去吧，我不会欺负你的。我不去。我会照顾你的。我不要你照顾。那你在这里淋雨？随便我。怎么这么倔呀？你不要碰我。荒野谁人天色阴，他墙头去闹，无尽亏了那水下走。有心扶他离去，姑娘，我看你肚子也饿了，
我这里有着麦饼，你吃吧。哦，怎么我没有骗你吧？啊，天也要黑了，你总不能在这大树底下过夜吧？再说这山上有狼。啊，狼！进去吧。那你不能碰我。哦，我不会碰你的。有了，姑娘，你抓住这根竹棍好了。竹棍。咦，怎么又不进去了？晚上我在哪里？你就有张小木杖，你就将就点吧。那你？我就睡在外间，几块木板一拼，不就这一张床吗？你真的是老爷爷？是啊，老爷爷的房门靠着你，年轻的时候外外唱领了你。烈红红，冰心前待。
讲调话，你怎么调凤凰？多好的一只凤凰，怎么没有调完呢？这是老爷调的吗？我来话。姑娘，我今天送山鸡汤来了，好香啊！来，趁热吃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的眼睛亮了。你就是老爷爷？是啊，我就是老爷爷呀。不，我不是老爷爷。你不是老爷爷？是的，我不是。哎呀，好一个老爷爷，你骗我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不骗你，你这么爱心在这里养伤你，伤筋动骨也不听了。怎么说？每天帮我洗手洗脚的是你？是我。那每天扶我上床的也是你？也是我。啊！我要走。哪里去？我不要你管。哎，姑娘。哎呀，姑娘。老爷爷今日过年亲人，心儿跳，莲儿泛红云。
原谅我没有告诉你，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姑娘，一月来云层里，一冷风风，十张家这中了一位千金，东西来过见照片，不见他总是马戏外的东营，一家大小来访问，这几个老的放了风铃，那杀作的姑娘听子原谅我非怪向你高兴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怎能告诉你？你上帝不要紧，让我替你去看看那位张老爷，好吗？你审审我弟弟？怎么不审审？你家的生意红章还是我当的呢？啊，是你当的？是啊。你就是那位名气三响的能工巧匠？你就是那位名声远扬、妙龙随风的才女？大哥，真不知该是我关心你才好呢。不要说谢了，我是要求姑娘帮我画一幅画。什么画啊？凤对。凤对？是啊，你看我的凤对就是雕得不好，师傅画上的时候说我的功夫没到家呢。凤凰是有灵性的。灵性？不瞒姑娘，为了雕好这个凤对，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呢。凤凰是你画的？哎呀呀呀呀！我14眼下的凤凰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姑娘，你为什么画得这么好啊？我只觉得头翘得太高了，眼睛脑开长得太开了，有舌苔。舌苔？其你是要讲分寸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好。一幅凤凰转出阿渡，云开雾塞到阳处，世界百闻与灵犀。
门无路。我的凤凰晕了，我的凤凰晕了，我的凤凰晕了。姑娘，你再和我挖几幅好吗？你挖一幅我雕一幅，我要做天下最好的红妆。那你不让我睡了？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？我一个穷木匠，怎能叫你一辈子跟着我呢？你啊，姑娘，谢谢你了，哎呀，谢谢你了，姑娘，谢谢你了，姑娘。要春芳啊，对，春芳姑娘，哎呀，我叫来送。给了你妻子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我在这场冷了。大圣，雷到宁海已有2天，追夫怨夫，他也小也，趁势摆身，强也不能免说。你要生设街头巷尾，细细查访，一定要将七公上刑部水落石沉。是，我命在身，不可怠慢，一有消息立即告我。四郎大人，小弟记下了，送他城。买大人，关于什么吩咐？我的女儿失踪多年，你是知道的，圣帝你也当听。小人知道了，送他城。他倒是不大，大姐小家恰似年老。昨天晚上这张天宫上还同喜说房里，不知道这说房是人何事？弟弟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快
姐，你的手帕对了，多谢了。好明亮的一双眼睛，就像用秋水。好似呀的个书生，我从未见过。请问大姐，这里可有一家同济作坊？同济作坊，你问他做甚？听说作坊里有一张名门遐儿的千工章，录像一款，就是一个宽面脑的。那作坊就在哪一边？哪一边？哎呀呀呀，这么多的路，我该怎么走呀？我来告诉你，穿过前面龙灯桥，来到三王堂，往东再到好园桥，叫做点寺。哦，穿过前面龙灯桥，来到三王堂，往东再到桃园桥，叫做便寺。一点不差，多谢他不姐，用客气，多谢他姐，不用了，多谢他姐，不用了。哎，大姐，请问大姐家在哪里？叫何方名？我不告诉你。你在她是谁家的女儿？像一阵风，实在气死了。哎呀，穿过前面龙灯桥，来到三王堂，往东再到桃园桥，巧做便寺。哎呀，对，穿过前面龙灯桥，来到三王堂，往东再到桃园桥，巧做便寺。大怪人，请开！哎呀，妙啊！好一张千工长。进门要吊，古算是金当西木，承接西方。四个灯桥水里东南少见，恰是那天上真听我自笑小师傅，这张床是你亲手做的？是我的师傅与我一起做的。那你的师傅呢？他已经去世了。哎呀，小师傅，你连他崩了！大怪人，什么意思？这张场我选中了。不，是我们工部司郎叶大人选中了。哎呀，不，是皇上选中了。皇上选中了，皇的女儿要出嫁，满宫上庭要烟花，公子他急着你到结不会，偏拿民间宫女称无家，问啥子你还有张千公堂，这名美女是天下，我奉我命来弥帮，你来公山上红云到你家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这账上早有阻止了。什么阻止？我可以付你银子，有银子我也不能买的。我可以付你千两金子，1两银，千金百银也没用，我不能作主。那这账是谁的？你收。哎呀，哈哈，你看他来了。说什么七公草，四去平红枣。我眼中本应似乎是老。哎呀，张老爷，虎狼长着学门口看我女儿郎，张老爷，一命丧。来来来，快我去哭，把你开！张老爷，张老爷。张老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女儿没了，我还要什么？归红枣。张老爷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几次了，你女儿还活着，她会回来的。你又来骗我！你杀不得这张茶，我杀的，这是一张黑人的茶，这是一张黑人的茶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开账就是犯法。犯法？哎，我犯什么法？这张床此经是皇上的了。什么皇上？皇上就是皇上，这江山是皇上的，这世间万物都是皇上的。别是皇上花银子买你这张床，皇上不要，你攻击皇上也是理所当然。不管什么皇上不皇上，就是女王大的来了，我也不怕。甚至才此。甚至茶，女儿，不对不对，这不是我女儿，我女儿不是这样的。大贵人，张老爷有病，你就原谅他吧。老大爷，
你听我好好的说一句吧。你把藏来了，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享不尽的福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只管提出来。你若是正面不武，但管违抗圣旨，你是要杀头的。杀头，杀头我也不怕。什么事？我一把火把这张草，哗，烧起你们快怎么样？老大爷，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。我好言相劝，你真的不听。不听，固然不听，不听，这圣旨你单管不从。我偏偏不从。来呀！哟，叫老弟儿等着他喽。红妆草草地他真金色，面来都比银朝相见，多怪我太狠心，背弃出水，唐也不舍，才杀我一恨千年，又是痛又是悔，悔恨交集，急匆匆穿下牢，那话引我
老呀都是为亲心孝啊，陪着你翻来覆去的你何必死活不应糟蹋公王上我们非把常来做，就一个太太平地自古老爷，这生场女儿也不要了，女儿只要弟弟平安无事。弟弟，你就答应老爷。都想好了吗？大老爷，求求你开开人吧，他有病，你放了他。你要想救他去走一条路，是你。哎呀，姑娘，是我得罪了，我又不杀他，就是你的父亲。哼，谁要你假惺惺？为你不愿与我成，你为何将我弟弟牢里去？姑娘切莫同我去，我望你实在难把情面。王家珍宝万万钱，为啥骗到我家去？世上珍宝千千万，哪一件都是出自民间手。既在民间来取宝，却为何反拒我家做大头？姑娘放心，我也是张张样子吓吓他，许姑娘曾经是个有把风浪手。那你喜欢了我弟弟？哎呀，姑娘，这不是为难我了吗？老爷弟弟，红掌来塞，绿水青山。哎呀，观音菩萨来了！哎呀，只哭只难。哎呀，观音菩萨来了！喏，这里，哎呀，哪里？哎呀，观音菩萨！哎呀，观音菩萨！弟弟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们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弟弟犯了什么罪？弟弟惩罚母亲，女儿，母亲，女儿，弟弟，妹妹，你弟弟他，弟弟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不生我了，我是你女儿陈芳，我是你女儿陈芳，陈芳，弟弟。
不要可了，你回来就好。谢公长是我答应着你的，要不我怎么对得起你亲生的父亲呀？弟弟，你不要sợ他了，我只知道他叫叶天宗，你才是我的亲弟弟。女儿，弟弟叶天宗，莫非她就是叶大人的女儿？凤儿，你错了，你父亲他是个好父亲呐，弟弟。18年前，风浪高，我与他萍水相逢才算上原来同是父亲去观考，谈是人文一件事故交。身背婴儿才襁褓，可怜你母亲才一命抛。起风冒蓝，团团翻出了脚，一块莫白是居民草，他逃不于我，举我擦不好，一派去浪拼命打。早生他将浪滔500一手将你跑，风雨中才听我不贴冲高，坟地里40岁高且回尽，立下一口银章，怕鸟龙凤雕，我的好兄弟。18年把你收作命令女，18年将你视作生活18年，伤心不在功名去，18年。
我的救命恩生，生死是将。那一滴苏往日，关天动地。原谅我不孝义，意气用事，从此为还弟弟，永世相报，永世相报。起来，弟弟，母亲，傻孩子，你是要出家的呀？要不我打了这么多的红仗做什么？弟弟，姑娘，听说你手上得有1枚银章，你想做什么？季姑娘借我一块。我不借。芳儿，快快无妨。一天中，哎呀，孤坟啊，孤坟有情，做什么？我给你们去见四郎他生。四郎他生是谁呀？就是他。大牛龙凤张我听得十岁的女儿来到身边，哭着的老人一梦成天，生进去啊！没想到老兄弟还在人间，是真是假，我既不相信。
龙凤长见着风雨18载，莫不是一岁我在梦里面。他怎知不是的我有被旧情，多少次梦中想起泪涟涟。18年结党两爱西茶寻，这冬子寻到边18年往一去迎君了，没料到却重逢有晴天。也天中张秀心，你没有死，没有死，为我这活成。兄弟呀，老兄弟，18年的恩情，随我一杯。愿比风我兄弟去放儿，这就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快快上前相见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啊，弟弟，18年来，为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今天我要好好补偿你，老兄弟，我要好好报答你。多大人喜得闺女，小生斗胆相告，如今女儿也成了，兄弟也见了，这是亡命在身，这张千公章是否向皇上奉命？这千公章嘛，这千公章本是为方儿所打，如今兄弟亡命在身，不得不公，这千公章我们可以再当一仗。好，我当君臣，且在皇上，要为你们好好讲讲。外语要为老兄弟和女儿美下房子，再配下丰厚红章，为女儿找一副好人家，共享天伦之乐。老夫只管了小远程，不去也罢。只要为城邦找有好人家，我便心为意中了。一听一听，且来，女儿，两位弟弟，父母生育了我，养不养我，抚育了我，父母
母之恩，当终身相报。这时我有一位大恩人，我岂能离他而去？谁？大红上的小木匠师傅李松大哥。李松，传是传。可见大神，你对我女儿有恩，我要从今谢你。弟弟，李松大哥对我的恩情是从今报不了的。女儿，你什么意思？女儿要终身相报。什么？终身相报？难道你要嫁给他？取弟弟恩准。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可以？女儿啦，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？你是名门贵秀，大夫千金，为父要为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婿，好好补偿你18年的离别之情，也告慰你欠下母亲。弟弟，女儿不能答应。告辞。大哥，李松大哥。女儿，弟弟，你为什么要来找我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答应你吗？大哥，李松大哥。女儿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是。不要叫我，你听我什么？我不要你说。你吃了喝药了，怎么讲的底气？呀，天快要下雨了，我们进小屋吧。我不去。哇，你在这里淋雨？随便我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缺氧啊？你不要碰我。好，那我和你一起淋雨。哎呀，你何苦呢？你是名门贵婿，你是金枝玉叶，我配不上你。名门贵婿，金枝玉叶，我也做过小磨坊嘛。没有小磨坊，他还有今天吗？你跟着我会吃苦的。吃苦有什么不好？吃苦才有好生意，吃苦才有好日子。我穷。大哥。我穷啊！
穷木下是小美玉的红娘，师傅随我也随你走门财务当红章，当红章当了多少俏红章，两手空空独为人家做家常，你啥跟我穷模样，哪有聘礼配红章？你啥跟我穷模样，一生清苦不时光，是今你深情的理应该今已留人富贵乡，如是平民笑吧心。大后草鸡分人配，凤凰父，你是宝，你是私人之宝，神助之龙。大后，大后，你还记得这份小作文吗？小作文。小小作文嘛，随谁当？
是大你一片年轻人是山点堂，小王你在三菜出长饭，夜的三山黑里香，小魔王为不熬汤酒钱呀，只好我的浑身伤。小魔王恐怕红腿累着我自去相陪要红妆，四方乱人齐前来，哪里的一口心儿好，指望君臣有量，怎么兄嫂这么苦，苦尽过来把花枪，怎么满地的不当，天生不得你能工巧匠，天下红妆本是你爱梦，那姑娘不怕红妆色里一把里的藏，红妆更是心爱又爱红妆随风光有的人红妆之里破败破穷人家，一见两见心肠，大风肯定有不回家人也难同万难相爱，生死相依，天上地女儿，你就在这里养好伤的。是的，你们就在这里做个红章，外臣前功上的。大神，老兄弟，你快你这样的好女婿，这样的好姻缘，我们能不同意吗？
真是切肤之情操，我女儿好眼力呀！哦，还不快快接过你的岳父大人！接过岳父大人，起来，起来！接过岳父大人。弟弟，妹妹，这个几号？嘿嘿嘿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哦。江南巧匠，两代新生相当于